台本通信创刊号，咱斗阵来读。今仔日要读的是第4页。故乡，拄则是林凤元。少年时毋知故乡的意义。初中的时阵，老师叫阮逐个写一篇怀念故乡的作文。虽然迄时每工干那坐5分钟的火车到对罗东坐到宜兰去读册。伫宜兰中学作文课的教室内坐1点钟久，偷偷尿尿了后，嘛是写出一篇4、5页怀念罗东故乡的文章出来。等到高中离开故乡去到实物园边迄间学校时，才有感觉宜兰甲罗东拢是我的故乡。伫台北路边摊食米粉汤、牛肉面，还是阳春面加卤卵时，常常会想起罗东的米粉羹、粉圆，甲宜兰的布汉子。每摆寒暑假要转去厝的时上欢喜，拢爱坐慢车，一站一站海倒转去，慢慢体会回乡的滋味。来美国了后，感觉搁较深问故乡，毋过故乡的范围变搁较大。伫台北读册时，感觉台北是外乡；即马感觉台北也是故乡的一部分。其实，规个台湾拢是故乡。逐个拜六、礼拜浸入5天的英语文化了后，总是爱食一顿台湾料理，看寡台湾书，找寡台湾人开讲，心情才会爽快。2年前，我捌转去一逝，转到台北、桃园，又转到宜兰罗东的故乡。故乡改变真侪，伊毋捌我，我也毋捌伊。即马要写故乡，可能还袂使，但是袂阁是怀念故乡的文章了。好，咱今日读到遮。